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周小姐出面来指控，讲伊伫咧大道的一间工厂咧上班，一个月薪水2万5，伊伫咧8月请3工的事假，扣掉劳健保，敢若领到15000外块。伊讲伊才请3工假，哪会着互扣将近9000块咧？是讲甲目屎安尼太流，讲安尼是要安怎来饲囡仔咧？咱的记者去伊的公司来纠正，这公司来回应讲，这位周小姐是间接咧请假。 讲公司会配合着劳工局来调查。我不想我女儿回来的时候，我还是领这个薪水。周小姐目屎流，目屎滴，讲大摆领到安尼薪水，拢唔知影敢有法度饲会起囡仔。我为了女儿忍，为了女儿忍。周小姐摕到薪水单啊，表情真无奈，因为着饲规家伙仔伫台中大道区一间工厂上班。一个月原本的薪水2万4，加上1000块的专勤和加班费，扣掉劳健保和6趴的劳退，总共领到23477块。 毋过伫8月份，伊请3工的事假，领到的薪水干那15756。伊这期是安怎请3工的假，就扣卖9000块。我一天810，我请了3天的话，等于我被扣8000多嘛。如果你请假日是在礼拜5或是礼拜1，他就会把那个礼拜的6日扣掉，不给薪水。伊向公司反映无得到正面的解答。记者问周小姐的公司，因应讲这位周小姐定定请假，会配合劳工局的调查。他有的是以事假请，有的是以病假请，并不是所有东西是这样子下去处理的。劳工局将就该单位的出勤记录及工资清册予以检查，查明计薪方式有无给足基本工资。劳工局今仔日已经到公司进行劳检，若真正有乌白扣薪水、违反劳基法的行为，上济罚到200万。